係好似嗰啲蒸糕啊，煮完之後佢先拍嘅。咁你唔係下邊煲粥，然之後隻蟹落去，然之後再放再整個聖子落去，咁你已經可以入到嘅。唔使蒸熟嘅喎，你蒸到佢係10分鐘，落啲芫茜落去咧，咁佢哋味香啲。蒸嗰時嚇？呢啲係蝦米同冬菇水，一路炒一路炸，係啦，鹹魚都有。所以咧炒一陣有嚟做我哋 HRS。3、4、15。